哋去邊啊？跆拳道。我係咁問，我中意北上州，好開心。我中意畫畫、唱歌、跳舞、做嘅保齡球、跆拳道、執教練，我就跆拳道執教練。咁啊，錦文啦，就係我哋荃灣展能中心嘅學員啦。錯咗題喎，咁幾多分啊90。哦，好啦，咁90啦。重點係佢有得發揮咯，因為其實佢係好喜歡表演啦。尤其是喺幾年前，我哋即係有個外聘嘅跆拳道老師咧、教練啦，咁就舉行咗個跆拳道班。咁因為都知佢喜歡參與呢啲表演活動啊、運動啊，咁都問佢冇興趣啦。咁佢當然都即刻好有興趣去參與呢個活動。1、2、3、4、5。佢可以跟到晒教練嘅所有嘅步驟之餘啦。咁當我哋個訓練班完咗，其實佢完全咧係擔當咗一個叫做教練嘅角色啊，即係好主動去帶啲同學去做熱身啊，教埋啲步驟啦。咁所以之後咧，我哋就已經叫咗佢做岑教練。OK， 得咗啦，多謝哥哥。出去。到啦，衝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哎，睇到，多謝哥哥。1。2。佢而家即係除咗喜歡翻中心之外啦，佢仲係一個好勤力、做嘢好有動力嘅學員。即係佢呢方面嘅態度，我都好欣賞。點解咁講？因為其實佢工作嘅時候啦、訓練嘅時候啦、表演嘅時候咧，佢係好認真、好投入嘅。但係當一休息嘅時候咧，佢就完全進入咗一個休息嘅狀態。所以我覺得佢嘅生活態度好值得我哋欣賞。9、10、6。岑教練，係。你會教跆拳道班教到幾時啊？下次啊。一直教。換翻衫先，好啦，換衫啦，換衫啦。